来，这个是一件攻击到警察的事件。中华警方咧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个骑机车的男子真可疑，就甲零检盘查。迄个机车的椅子啊，一掀起来不得了，内底有开山刀、西瓜刀、电击棒等等的违禁品。啊，这个男子看代志出破，起掠狂，甲远景叫垃圾话，搁摕安全帽啊来攻击远景。因为进前台南有2个警察互歹徒攻击来殉职，这警方唔敢大意，马上来呼叫着8个警力到场支援，甲这个男子当场甲压制。后面你还敢有代志哦？哎，别直接就走来踩的啊！我即摆是啊！查甫人对远景的态度真歹，因为远景伫伊机车箱啊、换刀啊、电击棒、伊随身的牌啊，佮有攻击武器收载好。远景甲讲这是违禁品，查甫人煞凶凶掠狂。啊，我去用拍用安怎咧？啊无你这我家己还该走哦？你食较多啊？你先讲啥？啊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先讲啥？查甫人对远景骂垃圾话，佮摕安全帽啊攻击远景，远景随出手压制，赶紧找人支援。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是安怎？要你钱我开啊！我创啊，甲你开。无你即摆是安怎？哎呀，讲，抓到我，抓到我，抓到我走。台南进前才有远景互歹徒攻击殉职，警方随找线顶8位远景到场支援，当场甲姓陈的先生掠起来。边的民众看到这么多警察，掠准是重大案件。怕被打，车上放开山刀啊，保护自己，这样好吗？不行。那因为以幼师警力来处理这个状况，同仁是没有受伤的情形。姓陈的查甫人攻击远景涉嫌妨害公务。另外，伊咧讲的防身物品，比如讲开山刀、西瓜刀啊、电击棒、雪棍，佮有收载好，拢是有杀伤力的违禁品。互警方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啊管制条例和社会秩序为合法上班。另外，这么多刀啊，敢有其他意图？警方要爱调查清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